我哋每一日返工返學咧，都有可能經過一啲舊嘅建築物噶喎，佢哋個個都蘊藏住唔少嘅故事㗎。今日咧 Kiss Note 請嚟2位嘉賓同我哋講解一下呢啲歷史悠久嘅建築物噶喎。喺呢一節，我哋先請嚟發展局古物古蹟辦事處2級助理館長陳韻詩女士，歡迎。大家好。係啦。Ida， 今日咧我哋會講2個嘅地方啦。首先我哋講嘅咧係孔聖講堂喎。孔聖講堂咧其實係位於香港邊一度㗎？孔聖講堂咧，其實佢喺銅鑼灣加路連山道77號嘅，咁咧而家就喺孔聖堂中學嘅東面嘅位置啦。咁銅鑼灣都係我哋經常會去到嘅地方喎。咁孔聖講堂咧究竟有幾多年歷史啊？孔聖講堂咧就係喺1935年建成嘅，咁所以而家咧都好耐歷史㗎啦。咁作為咧香港1級嘅歷史建築物啦，咁佢背後有啲咩功能或者有啲咩背景㗎？其實1935年嘅時候咧，佢成立嘅背景咧，我哋可以再講早啲。譬如係睇到清末嘅時候啦，最重要發生咗一件事咧，就係1905年嘅時候咧，清朝就廢除咗科舉考試。咁同一時間咧，喺文化上啦，都有好多新嘅思想啦，同埋事物咧嚟到我哋中國。咁當時咧中國同西方嘅接觸又越嚟越多啦，咁又多咗好多西方人嚟到中國咧，傳播佢哋嘅學問啦，同埋思想咁樣樣。咁所以喺社會上咧，學習西方嘅學問咧，就變成咗一股潮流。咁咧反而學我哋傳統嘅儒家文化或者係讀4書5經呢啲我哋叫做國學嘅學問嘅人咧，就越嚟越少喎。咁所以當時喺香港呢，一啲比較支持國學嘅華人商人，譬如好似係簡孔超啊，或者一啲傳統嘅學者，好似朱汝珍啊，佢哋就希望咧喺香港重新推廣翻儒家文化。咁所以佢哋咧就籌款啦，同埋捐地咧興建咗呢個孔聖講堂，做下啲文化活動啊，就推廣翻呢個儒家文化嚟到教化人心咁樣樣嘅。咁孔聖講堂咧係咪都係中西合璧嘅建築特色嚟㗎？係啊，因為咧佢興建喺一個中西文化交流嘅時代啦，同埋我哋香港呢個中西文化匯聚嘅地方。咁喺建築嘅物料同埋技術上咧，佢就用咗鋼筋啊、混凝土呢啲西方嘅技術，但係喺設計上面咧就有好多中國建築嘅特色嘅。咁我哋不如而家睇下外貌係點嘅啦。譬如咧，孔聖堂嘅屋頂咧就係好似呢個圖入邊嗰啲傳統嘅中式建築咁樣咧，係一個金字形嘅屋頂嚟嘅。咁而且孔聖堂嘅屋頂上面咧，仲有一對鰲魚啦，同埋一個珍珠，咁都係好傳統嘅中國建築嘅一啲裝飾物嚟嘅。係啊。咁另外咧，孔聖堂嘅屋檐下邊咧，仲有一啲模仿中國傳統建築嘅木斗拱嘅水泥托架，同埋一啲有中國傳統紋飾嘅裝飾帶嘅。我哋可以從呢個圖嗰度咧了解下乜嘢係木斗拱嘅。其實呢一個部分咧就係木斗拱啦。咁佢喺傳統中國嘅木建築嚟講咧，係用嚟連接屋頂啦，同埋一啲比較粗嘅柱嘅部分。咁佢有一個功用咧，就係要承載一啲嘅重量嘅。咁但係咧頭先提到孔聖講堂咧，其實係用咗西方嘅建築技術。咁所以咧佢係唔需要呢啲木斗拱咧嚟到支撐佢個屋頂嘅。不過咧佢仍然咧都用咗呢啲木斗拱嘅設計啦，嚟到表現翻一種傳統嘅中式美學。咁所以咧可以見到佢個設計咧係有一啲中西合璧喺度嘅。咁你啱都有提到孔聖講堂咧係希望多啲學生可以學習啦。咁究竟孔聖講堂係點樣推動當時嘅香港教育㗎？咁孔聖堂咧，佢設立嘅時候咧，其實係對公眾開放嘅。咁佢會揾好多學者咧，或者係專家咧嚟到做一啲文化活動啦，或者係演講咁樣樣。譬如5·4運動嘅紀念活動啊，都係喺嗰度舉辦過。又或者係好似茅盾啊、郭沫若啊呢啲著名嘅學者咧，都喺嗰度演講過嘅喎。咁而家嘅孔聖講堂咧，就用作咗孔聖堂中學嘅禮堂。咁啲學生咧就會喺嗰度有啲教育嘅活動咁樣樣。咁而且咧，孔聖講堂因為係設計嚟到做演講呢啲用途啦，所以佢喺個建築設計上咧又有另外一個特點嘅，就係佢用咗一個咧叫做懸吊屋頂嘅設計方法。咁你想象下，孔聖講堂有一個咁大嘅空間啦，佢就有一個好大嘅天花板。平時咧我哋就要有好多柱咧去支撐住，等個天花板唔好冧。
但係咧孔聖講堂用咗呢個特別嘅設計方法咧，就改變咗個力學嘅支撐，所以成個講堂嘅內部咧都見唔到一條柱㗎。咁咧就特別適合做演講，唔會遮擋視線啦，又會特別寬敞咁樣嘅。咁喺保育講堂嘅時候咧，要有啲咩原則嘅咧？其實咧保育呢啲歷史建築咧，有啲國際性嘅原則咧，係世界各地都會遵守嘅。譬如比較著名嘅咧，就有巴拉憲章啦。咁以孔聖講堂為例咧，佢就講到保育類似呢啲咁樣嘅歷史建築咧，我哋要特別注意個建築物嘅文化意義啦，一定要理解嗰個建築物對我哋有啲咩重要性。譬如好似講堂咧，佢就係香港而家仲存在歷史最古老嘅宣傳儒家學說嘅地方啦。呢個我哋就要喺保育嘅時候咧，特別要重視。另外咧，又要重視佢建築嘅設計嘅原有嘅特點啦，同埋反映嘅時代特色。好似頭先提到講堂嘅中西合璧啦，就唔好亂咁改動佢呢個精神同埋設計啦。咁如果萬一講堂真係有啲咩爛咗啊，或者破損要維修嘅時候咧，我哋都要用翻適當嘅技術同埋物料，盡量咧就用翻佢當時嘅技術啦，同埋原本用嘅物料咧嚟到保存翻佢個原真性咁樣嘅。明白嘅。咁講堂咧有冇保留到一啲文物，而家都仲喺度㗎？其實講堂入邊咧有好多珍貴嘅文物㗎，咁特別值得一提咧，就入邊有好多嘅牌匾啦，同埋對聯。其中一個例子咧就掛喺講堂嘅正門嗰度嘅，入邊咧就寫住禪陽聖教，佢係由清朝嘅一個學者朱宇珍代表孔教學院咧慶祝講堂成立而寫嘅一個牌匾嚟嘅，咁佢就反映咗孔聖講堂成立嘅宗旨同埋目的。哇！我哋都認識咗好多關於孔聖講堂嘅歷史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就講下香港大會堂。我相信呢個地方咧，大家應該都唔陌生㗎，因為好似我咁啦，我都有去過嗰度睇一啲嘅交響樂演奏會。究竟香港大會堂咧前身又係啲咩地方嚟㗎？而家咧，我哋嘅香港大會堂咧，其實係香港第二代嘅大會堂嚟嘅。以前咧，我哋都有一座舊嘅大會堂，佢就喺中環嘅皇后大道中。咁咧喺19世紀就已經起好㗎啦。不過咧，就喺1930至到40年代咧就拆咗。咁香港大會堂咧係幾時起㗎？係1962年正式起好嘅。都幾耐之前咯喎。咁當初香港大會堂咧入邊有啲咩設施㗎？入邊咧最主要有啲文化同埋市民用嘅設施啦，譬如係音樂廳啊、劇院啊，仲有圖書館、展覽廳咁樣嘅。咁香港大會堂嘅設計啦，同埋建築方法有啲咩特別之處啊？大會堂咧係一個現代主義嘅建築嚟嘅，咁設計就比較簡樸，特別要強調佢嘅功能啦，同埋一個即係空間寬敞嘅感覺。所以咧，譬如喺低座嗰度咧，設計上就特別用得小處啦，同埋因為大會堂喺海邊啦，所以設計師咧都好着重點樣喺建築物嗰度咧融入個海景。譬如喺高座嘅樓梯嗰度啦，雖然係一個樓梯嘅空間，但係設計師咧都好精心咁設計到咧，市民喺嗰度咧可以望到我哋維多利亞港嘅景色嘅。咁香港大會堂作為香港嘅著名歷史建築啦，咁係點樣反映到當時嘅社會文化呢？大會堂咧就喺60年代嗰陣時興建嘅，咁嗰陣時嘅文化地方啦，同埋活動咧都少啲選擇㗎。咁譬如話係圖書館啦，嗰陣時係冇對市民開放嘅公共圖書館嘅。咁大會堂嘅圖書館開放咗之後咧就好受歡迎。咁根據資料咧，大會堂開放嘅第一日咧就已經發咗超過1000張嘅圖書證，可以見到咧當時市民有幾需要呢個圖書館啦，同埋當時圖書館又有冷氣喎，就成為咗好多市民嘅好去處。再加上咧大會堂嗰陣時啲展覽咧都係好多時係免費開放嘅。咁對於當時經濟發展緊嘅香港啦，同埋好多年輕人開始對藝術文化呢啲感到好有興趣咧，都係大會堂可以俾到呢個空間同埋一啲文化活動佢哋去參與啦，同埋體驗咁樣嘅。哇！估唔到咧，呢啲建築物背後有咁多故事㗎喎。今日多謝 Ida，下一節咧，我哋仲有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分享更加多嘅歷史建築嘅故事㗎喎。我哋陣間見。
歡迎翻到嚟 Kids Notes。呢一節嘅 Kids Notes 咧，我哋請嚟發展局古物古蹟辦事處2級助理館長馮淑珊女士，歡迎你啊！係啦，Susan啊，你今日咧會同我哋講下邊2個地方㗎？我哋今集咧主要會介紹咧聖士提反書院啦，同埋達德公所嘅。聖士提反書院咧呢間學校我聽過啊，但係佢喺邊一區嘅咧？聖士提反書院咧現址咧喺赤柱東頭灣道22號啦，但係一開始咧其實佢現址就唔喺赤柱呢度嘅。咁佢一開始咧其實創校咧就係1903年啦，西邊街嘅。咁咧1924年咧亦都曾經搬過去薄扶林啦。咁但係咧因為創校冇幾耐啦，就吸引咗好多咧嚟自海外嘅學生啦。咁為咗擴充校舍咧，就搬到去而家赤柱嘅現址啦。咁作為香港歷史悠久嘅學校啦，咁當初咧有啲咩創校嘅背景㗎？聖士提反書院咧就係1903年創立啦。咁咧當時咧19世紀末啦，咁其實嗰陣時嘅幼童咧就唔係好似我哋而家咁樣啦，咁輕易可以學習同埋接觸到英文嘅。咁所以咧喺1901年啦，咁有8位嘅社會領袖啦，包括何啟爵士啊，咁咧佢哋就聯署咧要求咧去成立咧一個私立嘅英語中學，咁希望咧透過咧教育去改變社會。咁聖士提反書院咧就喺呢一個背景之下創立嘅。咁書院入邊咧有啲咩建築咧係有歷史價值㗎？咁聖士提反書院本身咧，其實擁有好豐富嘅古蹟群啦。咁當中咧，書院大樓啦，同埋聖士提反堂咧，都係納入咗喺我哋大灣區教育文物徑香港段嘅。首先講咗書院大樓先啦。咁書院大樓咧，其實目前主要嘅用途咧就係一個圖書館啦。咁但係其實佢見證住咧日戰時期一個好黑暗嘅歲月啦。曾經咧，其實佢係被英軍咧徵用咗做一個緊急嘅醫療醫院啦。咁隨住咧日軍咧攻陷咗個書院之後咧，咁就發動咗咧聖士提反書院大屠殺，係啦。咁香港淪陷咗之後咧，咁書院大樓啦，亦都成為咗咧赤柱拘留營嘅一部分。咁為咗見證住咧呢個咁重要嘅歷史啦，書院大樓咧喺2011年咧就列為法定古蹟，現時咧係受法例保護嘅。咁書院大樓咧有啲咩建築特色㗎？書院大樓咧，其實喺1930年咧開始啟用啦。咁佢亦都好反映到當時嘅一啲建築風格啦。咁你會見到咧，其實書院大樓咧有一啲拱形嘅門窗啊、拱形嘅迴廊啊，亦都會有一啲咧好寬廣嘅屋簷啦。咁呢啲正正咧，其實就係工藝美術風格運動嘅一啲建築特色嚟嘅。咁另外咧，其實你望上少少啦，書院大樓咧亦都會有金字形嘅屋頂啦。咁呢個咧其實亦都係因應住香港咧潮濕多雨嘅亞熱帶氣候啦而建嘅，咁就可以撇走啲雨水啦，咁糅合咗本地嘅特色嘅。咁仲有另外一棟歷史建築嘅喎，嗰棟又係點㗎？另外一棟咧歷史建築咧就係聖士提反堂小教堂啦。咁我哋頭先講到書院大樓咧就係見證住日戰時期一個好黑暗嘅歲月啦。咁聖士提反堂咧就係象徵住咧書院步入光明嘅。咁咧所以咧其實學校啦就喺1950年啦，咁喺校園最高處咧修建呢一個小教堂，即係想紀念翻日戰時期嘅受難者啦。咁咧如果你睇嗰個小教堂咧，其實正門啦中間咧係有一個即係拱形嘅彩繪玻璃啦，咁個彩繪玻璃咧，其實係好色彩繽紛、好靚嘅。咁咧，佢亦都咧，其實係描繪咗啦，當時嘅一啲戰俘啊，同埋咧小朋友咧聚埋一齊去祈禱。咁咧，亦都咧上面有有一啲鴿子啦。咁其實咧就係咧希望去反映翻咧當時雖然好艱苦，但係咧佢哋咧就係憑住信望愛嘅宗教精神度過咗咧日戰時期好黑暗嘅歲月嘅。咁你啱都有講日戰時期咧，呢間書院已經喺度啦。咁咧當中咧都應該受到一啲破壞嘅喎。咁之後咧係點樣修復呢間書院㗎？咁咧日戰時期啦，成間校園咧其實都係受到嚴重嘅破壞啦。咁所以其實校方咧亦都咧即係需要去同舊生啊、社會各界啊咁樣去即係爭取佢哋嘅支持啦，咁去籌募咧嗰啲修繕嘅費用嘅。最初期復修嘅階段啦，咁咧成個書院亦都搬咗去咧小學部咁樣嘅。咁直至到咧1947年咧先至咧去返現址嗰度運作嘅。咁聖士提反書院咧有啲咩建築同埋教育地位啊？
咁首先咧喺教育方面啦，咁聖士提反書院咧其實係咁多年啦，其實都培育咗好多咧對社會有貢獻嘅領袖啦。咁另外咧，其實我哋可以提翻起書院大樓啦。咁書院大樓咧，亦都係咧香港咧即係提供寄宿學校嘅校舍當中咧，其實歷史最悠久嘅一棟嚟嘅。咁亦都係咧，其實少數香港咧仍然係即係拘留營嘅遺址之一嚟嘅。咁至於咧喺佢嗰個即係歷史建築上面啦，咁頭先所講啦，其實聖士提反書院咧係一個好豐富嘅古蹟群嘅。咁佢咧其實咧總共係包括咗1項嘅法定古蹟啦、7項嘅2級歷史建築啦，咁同埋3項嘅3級歷史建築。咁咧其實咧係有一個好豐富嘅組合價值，對於成個社區啦同埋香港都有好重要嘅影響嘅。咁我哋講完聖士提反書院啦，咁不如我哋講下達德公所啊。其實達德公所嘅公所係咩嚟㗎？咁以前咧，其實咧村同村之間咧，其實係需要咧互相嘅合作啦。咁佢哋咧其實就會成立咧一個叫做即係鄉約嘅一個聯盟啦，咁去保護共同資源。咁佢哋正正咧就需要公所呢個地方咧一齊去議事啊、聚會嘅。咁達德公所咧係位於香港邊度㗎？達德公所咧而家就係喺元朗嘅屏山啦。咁即係其實天水圍站附近嘅，係啦。咁咧，因為佢地點好方便啦，咁其實咧佢就凝聚咗咧即係當時嘅元朗啊，同埋屯門嘅好多唔同嘅村落啦。咁咧顧名思義啦，達德公所啦，咁佢就係由呢一個達德約咧咁樣去成立嘅，係啦。咁咧而家你見到達德公所前面嗰個空地咧，以前咧就係屏山市市集嘅地方啦。咁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咧佢亦都因為達德公所係兼具住咧市集管理處嘅一個功能啦。咁所以呢個地方咧，亦都係成為咗咧啲鄉約嘅成員一齊去解決紛爭啊、解決仲裁嘅一個地方嚟嘅。咁點解佢可以成為法定古蹟嘅？咁達德公所咧就喺2013年啦列為法定古蹟，而家都係受法例保護嘅。咁我哋可以從3個層面去睇到佢嘅重要性啦。咁第一咧，達德公所咧係香港而家現存唯一一個咧係為鄉約咧祭祀啦、聚會啦，同埋咧係作為一個市集管理處嘅一個多功能嘅公所嚟嘅。咁佢亦都咧曾經咧係亦都係即係村民啦去商議咧擴英事宜嘅一個重要嘅地方之一嚟嘅。咁第二個層面啦，除咗係對於嗰個社區嗰個歷史嘅見證之外咧，咁其實達德公所咧喺抗日期間咧，亦都曾經咧係俾咧香港紅萬字會咧咁樣即係用作一個咧屏山慈幼院嘅用途啦。咁嗰陣時其實亦都收容咗好多無家可歸嘅小朋友啦。咁所以其實亦都係見證到咧香港同埋國家嗰個聯繫嘅。咁直至到咧其實二戰完咗之後啦，咁去到1970年代咧，達德公所啦，咁其實都係一直用作學校啊同埋兒童收養院嘅用途啦。咁所以其實都係發揮緊一個即係慈善嘅用途嘅。咁喺設計特色上面咧，達德公所有啲咩特別嘅地方啊？咁達德公所頭先所講啦，咁佢以前主要係一個議事嘅地方嚟嘅，咁所以咧其實咧佢咧就係比較咧講求咧簡單實用啦。咁佢其實係一個2進3開間嘅一個建築嚟嘅，咁亦都可以咧從一啲建築嘅特色咧睇到呢一啲即係中國傳統建築好常見嘅一啲吉祥寓意啦。咁有3樣嘢嘅，咁第一樣嘢咧我哋如果睇達德公所嘅入口啦。咁佢個入口上面咧，其實咧都會刻咗好多，譬如話喜鵲啊、孔雀啊呢一啲咧吉祥嘅圖案嘅。咁咧亦都咧同一時間，達德公所係有啲好精細嘅一啲木雕嘅即係裝飾啦。入口上面啦，咁就會有風扇板嘅。咁風扇板主要係用嚟撇雨啦，亦都刻有咗咧啲竹啊或者花卉啊呢啲吉祥圖案嘅，係啦。咁再入少少咧，你亦都如果入去達德公所前面啦，咁亦都會有彩門呢一個其實係好精緻嘅係啦木雕嘅裝飾咁樣咯。咁達德公所一個歷史咁悠久嘅地方咧，入邊係咪有好多文物㗎？
咁達德公所其實亦都保存咗好多好珍貴嘅一啲木對聯啦。咁從呢啲木對聯咧，其實可以反映到咧公所興建嘅一啲歷史啊，同埋宗旨嘅。咁我哋可以舉例啦。咁第一個例子咧就係咧由屏山鄉咧，咁就係喺達德公所即係起好嘅時候咧，咁啊送咗一個木對聯啦。咁亦都刻咗咧，其實興建年份啦，係咧歷史最悠久嘅一個木對聯嚟嘅。哇！今日多謝 Ida 同埋 Susan 嘅分享啊！原來咧每一個地方背後咧都有唔同嘅故事㗎喎。其實咧我哋咧都要多啲發掘下唔同嘅故事啊！希望下次咧我哋仲可以認識更加多嘅歷史古蹟文化啦！我哋下次再見，拜拜。喺今日嘅訪問，我最深刻嘅係呢幾樣嘢，你哋又係咪呢？